部长。你哪会来啊？无啦，就想讲足久无出来行行，等下大家加看看的。哦，你变甲无共啊？倒位无共？变甲是一个女人啊？我较早毋是女人哦。不是啦，我毋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你较早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即马变形象，越来越水啊。来，咱先坐来，才搁讲。演出敢有顺利？真顺利啊！到每一个所在，拢有足侪人捌我，爱我甲伊签名呢。也毋过，足忝，真正足忝。那安尼，敢爱搁去啊？无啦，团长讲要解散，因为即马局势愈来愈歹啊，有足侪台湾人叫日本人调去烧济。啊，我都爱唱歌，即马无机会通唱，我嘛足艰苦的。希望这个战争会当较紧结束。我看哦，这个战争无可能遮紧就结束了。部长，你莫甲我吓惊啦！好啦好啦，那安尼，我明天战争遂结束，哦，爱小姐明仔载就会当唱歌，安尼好无？部长，嗯？不管这个战争什么时阵结束，不管以后会变做安怎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家己，一定要平安，一定要快乐哦。一条望春风，互日本人改做安尼，较袂摒气。若真正有人听到这首歌，走去做志愿就好。啊，这声我做歌就歌啊。志愿就好笑，歌好听，上尾拢有强。但是哦，这战争拍过啊，反正严咱莫去赴死啊。即马日本人一直在赶紧推动和平化进程，要咱台湾人去甲日本拼，我看根本就是在找理由，要咱替伊去伤济。甲日本拼，甲伊去缀人死啊！规乡叫叔叔记好啊！日本叫叔叔记啥物？阮搞来啊！咱莫甲伊讲。啊，你三个哪个咧啉？啊，恁两个某是走去对啦？规个无无看啦，看啦后面。欸，啊，我迄条吼望春风，互日本人改做大器晚万的句，迄条顶咧放。啊，你知无？我煞毋知，这也毋是啥物新闻啊。啊，你啥物是新闻？伊啦，即箍啦，即箍毋这是新闻。手里吗？啊，是标啥物新闻？啊，你莫讲。伊规家伙啊，拢陪了了去啊。哼，够困。
准一身躯的负责。你是讲你会去搬公司东啊？倒去啊？你叫他准。哎，想袂到哦，连台湾我上尾一间会社嘛无去啊。但起码时局遐尔歹哦，连下工也无人要看。我看用着做，甲第一局长愈来愈歹做。嘿，安尼敢会关起来哈？我即马敢若剩用着做盘草头趁淡薄仔钱尔呢。袂啦，阮表有讲哦，会继续甲聊落去，绝对袂关啦。唉，也是天嘛使甲巧啦，早早就改行啊。但即马下家拢变有声的，爱无改行是要做啥？安尼是安怎？啊，你问我哪知啦？安尼我看，我来去警察校好啊，啊无互调去这边哦，加衰。有通哦。无安尼，咱去去警察学校。无你是咧拍带有通，啊，咱两个即款人员是要收了啦。嘛有影，啊无几期啦，咱来落军哦做合手啦。会用的哦。我看吼，免偌久吼，咱永乐做即阵兄弟吼，都拢散了了的啦。陈生姐啊，你来了拄好。你知影伫你边仔介绍无？伊是哥伦比亚头一任的文艺部长晋桑。大家好，陈伯，你好，我叫纳卡咯。那看咯，做介意台湾歌，伊嘛对做事真有兴趣哦。陈伯，请你指教。你慢慢讲，我先招呼人客啊。来，这样。好。这句有在写啥物无？有啊，最近想要写咱台湾人查某人悲伤的心情，因为最近咱台湾人真侪互调去南洋做兵，所以我想要写这个。真好。若要写咱台湾人的歌，就一定爱写出咱台湾人正港的生活、正港的心情。正港的心情，先伯，会使请你甲我指点一下无？咱台湾人勤恳打拼，热情好客，快乐搁知足，但是嘛悲情。上重要的是，咱台湾人永远有一种流浪的心情。流浪的心情。阿妹，有妈无咧？
姐，哎，你回来啊！我这久无看呢，你好无？刚较瘦呢。孙姐，我听到实在是啥个代志？是的啦，我无离咧台北。不要紧啦，代志拢过啊。你要啉咖啡无？我做下你啉。你哪无咧听歌啊？我放一条歌来听好无？好啊。最近身体好无？无较早较好啊，好佳仔阁有一寡老顾客。司机愈来愈歹啊，日子嘛愈过愈无意思。唉，你还阁少年，哪讲这款话？袂当阁唱歌，当然嘛无意思。战争总是会过去啊，只要你无放弃，以后嘛是阁有机会唱歌的。唔知影阁等偌久咧。来，是人姐也煮的咖啡，我实在足怀念的。若会当亲像较早安尼无烦无恼，踮遮啉咖啡，唔知有偌好咧。你即摆是有啥物烦恼？我嘛唔知。我去陆军的时阵，常常会去想到受伤。我常常会去想讲，你即摆唔知影咧创啥，唔知影过了好无？孙姐，那安尼，亲像较早我对土桑同款。那安尼是要安怎？哎，秀桑是一个有家后的人，你一定要放弃这个感情，啊若无，你以后会足艰苦的。孙姐，你还阁会记无？当初时你要叫我实来实送的时阵，我直直反对，因为我感觉你毋是真正爱伊。但是了后，我阁发现你有爱伊。孙姐，我敢会使问你一个问题？你甲实来实送结婚，敢有得到真正幸福？什么是真正幸福？较早，我就是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，就是真正幸福啊！后来我才发现，会当有人听我、爱我，这才是真正幸福。实来实送，较囡仔性，嘛较无责任感。啊，毋过，伊是真正爱我，疼惜我的人。所以我感觉，我甲实来实送结婚是真正幸福。你嘛会去找一个会当真正爱你、疼惜你的人，才会当得到真正幸福。